葬我。恶疾也在这个时候平静地走了。尽管东归是魂牵梦绕的向往，但对年老体衰的他来说，这条漫长的道路已经看不到尽头。想起整个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与爱护，不能不悲从中来。很多时候，我都宁愿是他真正的儿子。东归本应该是24万人一起回家，河对岸的和硕特、多尔波特的族人们，因为暖冬，他们无法越过宽阔的伏尔加河，只能停留在岸边翘首相望了。扎尔固做出了决定，不能再等下去。这一刻，我的心如刀绞，真希望雪下得再大再大，让对岸的族人们快些赶上回家的路。前行的士兵们护卫着僧众和老弱妇女，排着长无尽头的队伍，缓缓前行。查勒米尔，查勒米亚，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躲在这里会冻死的，你为什么不听话呢？韩国不是为了寻找牧场才离开伏尔加河的，我跟你说的这些，你为什么不理解呢？我一醒来，你们就都走了，连你也丢下我走了。我就跟着队伍来到这个鬼地方，你们要到哪儿去？维图尔扈特人的故乡，
要走很远的路，在东方，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为什么不能跟你走呢？别让我离开你好吗，邦巴尔？我要跟着你，和你一起走。那我问你，留下来要干什么呢？我想到你们的故乡东方去看看，我一定要跟着你。我是个女人，我一定要跟着你走。想撇下我，没那么容易。就算你走到了哥萨克，你也要停下来，回到你的克什米尔，到巴什基尔人那里去。邦巴尔，你知道我没地方可去了，就算我求你了，带上我，好吗？查勒米亚，你不能留在韩国，这是纪律。你必须离开这儿，这是韩的意思。走。你把我放下，邦巴尔，放开我！我警告你，以后别再这样野蛮的对我。从开始我就警告过你，你想跟随韩是不可能的，他心里只有图尔扈特，你这样做是徒劳的。我不在乎你对我的威胁，我舍弃家乡也是为了你，为了能守在你和我巴西身边。他那么可怜，孩子被带走了，妻子殃金，托夫尔加河死了，我心疼你们，想着想着就跟来了。查勒米亚，我都听烦了，为了你，我多少次没有执行韩王的命令，你别再给我找麻烦了。再说迁徙的路是一条漫长的路，要走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以后会遇到很多艰难困苦，在这段路上我是无法保护你的，查勒米亚。你难道不喜欢我吗？不过邦巴尔，你不懂，一个男人在他命运飘忽不定的时候，只能从女人的爱抚中得到安慰。你懂不懂女人呀？你这个木头！我，是你啊，查勒米亚，是我。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就没离开过图尔扈特人。为什么？你可是俄罗斯人呐！你要发誓不把我对你讲的话告诉第二个人，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我向韩腾格里发誓，守住我和查勒米亚的秘密。2年前，我和邦巴尔在查理京认识。你说邦巴尔和你？可当时我并不喜欢他。后来他带我来到图尔扈特汗国，我见到了乌巴西汗，这我才决定留下来。没想到还让我为那个俄国女人做饭，我恨死他了。他是图尔扈特的敌人，可是汗却对他那么好，好几次我都差点杀了他。为图尔扈特人报仇，为我父亲和那些俄罗斯百姓报仇，可是邦巴尔他总是阻拦我。现在好了，我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我把我的全部都交给了邦巴尔。停下！弟兄们，你们看，大雪覆盖了图尔扈特人的脚印，前方什么也看不到。弟兄们，我们得仔细的找找。他们在这白茫茫的雪下还能行走，可真是奇迹呀！石楞将军，我们已经追赶了3个昼夜了，找不到任何马蹄的印记，
车辙印记和牛粪火的残留。托尔扈特人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了。大雪可以躲过俄罗斯的追击，这是长生天的安排。查勒米亚，你不是走了吗？韩，请您可怜我吧，我要追随您到永远，只要能在您的身边，叫我干什么都行。在您远征的队伍里，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做您的女仆。我有巴木巴尔，可您需要一个女人的照顾，我会帮您打理行装，给您做饭，还会把那个讨厌的娜塔莉亚给您看管好。韩，我会是您最好的帮手，带我走吧，东归的路还长着呢。去叫巴木巴尔来吧。不，他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家伙，你千万不要把我交给他。我对他说过多少遍了，要做您的女仆，可他就是不听。哎，我做饭做得可好吃呢，收下我吧。韩，不要推开我。既然您能留下娜塔莉亚，为什么不能把我留在您身边呢？我要保护您。那个俄国女人很危险。你去照顾她吧。娜塔莉亚，我讨厌她。如果您答应把她交给我来看管，我倒是很愿意。她总是一张贵族的嘴脸，看着都叫人讨厌。我要训练她，别在韩的面前指手画脚。好，我答应你。从今以后，去做娜塔莉亚的管家。我是娜塔莉亚的管家了。与生俱来的，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想杀了他。韩，啊，坐吧。
您在研究东归路线？我想找找有没有一条不走傲琴峡谷的路线。有事吗？汉，傲琴峡谷是我们东归的必经之路。我想，既然说是必经之路，那么俄国人一定会在那里堵截，而且会非常的凶猛。是的。可是我们躲不过这条行军路线。你看，乌拉尔山绵延千里，山势险峻。自古就有傲琴峡谷这一处天然孔道，所以才成为进入亚细亚的必经之路。我也询问过当地人，乌拉尔山中尽管还有不少路可走，可像我们这样10几万大军，百姓、车队，再加上畜群，几乎是寸步难行。而且现在时值隆冬，我们在过山的时候，如果被人前后堵截的话，困在山中进退不得，那形势就更加危险了。您想什么，韩？我想起了舍楞，如果他在这儿的话，就可以告诉我东归之路该怎么往下走。将军，前面就是我们进山的口子。原来这是一条河，干的时候是小溪，下雨成了山洪，到了冬天结了冰，我们就从那儿进山。这条路是不是一直可以通到山那边啊？啊，不知道。我问你，峡谷的直路有多长多宽呐？要是那种羊肠小道，就算是能通，又得走到猴年马月，什么时候才能算完呢？啊，舍楞将军，那是乌拉尔河，有宿营的帐篷。谢谢你了，兄弟。传令就地扎营休息，天亮后随向导进山探路。好的，你去告诉我巴西罕，舍楞在前面给他带路了。好，我这就去。残酷的风雪，对人也同样无情。一些体弱多病的同胞倒下了。固执的宗金开始收集命牌，他要实现自己许过的愿，把所有未能最终踏上故乡的族人的灵魂带回家。宗金，你在干什么呢？丘布克，我看见他们还没有走出俄罗斯的土地，就倒下了，倒在雪中冻死了。我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这场雪不知道是给几10万托尔夫特人送行呢，还是想叫我们停下来不走。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大雪啊！俄罗斯的军队都不出动了。这雪要是不停下，百姓和畜群可要遭殃了。还没见到韩王吗？我还没来得及到老营。宗金，你还是回去吧。不行，我要把他们的命牌全部带走。你是收不完的，我们还要打仗。回去吧。我不能，他们都想回家，身体走不到，命牌是他们灵魂和想念。只要我能带走，长生天就会收留他们。东归开始以来的混乱和死亡，给我和策波克造成了许多无法判断的困难，这让我们感到精神上的恐慌。
死亡的信号，不知道是来自于长生天的安排，还是内部的仇杀。敏感的策伯克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娜塔莉亚。娜塔莉亚，请你给我解释，护卫您的2个士兵被暗杀了，这是为什么？士兵被暗杀，我并不知道。我相信您说的是实话，可是您肯定还有秘密没告诉我们。你是在审判我吗？是的，你是韩国的人质，你的行动要受到韩国的控制。我是人质，我是你们的人质。那么好吧，除了交换或者是审判，我拒绝与无关的任何人见面。这么说，你拒绝我？我是扎尔固会议的主席，拒绝我的审问，就等于承认卫兵的死跟你有关，是你杀害了他们。你怎么跟韩王解释？对不起，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不然你们就把我杀掉。我拒绝你们无理的扣押，我拒绝任何人对我的不尊重，包括你。那你也拒绝沃巴西汗吗？恰恰相反，策不可。是沃巴西汗在拒绝我，他到现在都不愿见他的人质。我要问你们，难道要我也和你们到东方去吗？你们对我的扣押，并不能给俄罗斯造成多大的威胁。我希望韩王尽快的见我，给我以放行，我在这里并不安全。你在抗议我们？策不可，你应该明白，我是在表达我的意愿。如何处置我是韩国的权利，我只是想知道结局。我会让你知道的。可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身边的联络人是谁？我不知道。好，来人啊，带他去见韩王。我可以认为我被作为人质对待了吗？是的，娜塔莉亚。从现在起，从你背离俄罗斯开始，我将是你们的敌人，而不是韩国的监察官了。是的。是的，沃巴西，我不得不佩服你。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要我回彼得堡的真正用意。你的行为叫我吃惊，叫沙皇政府不可想象。在短短的几天里，我看到你的妻子杨金失踪，人们还没有寻找到韩后的踪影，你就借托尔扈特的节日来麻痹俄罗斯。你亲自把儿子阿萨赖送入虎口，背弃了女皇300贵族子弟的要求，浩浩荡荡地远征东方了。直到现在，俄罗斯还在为你们出征土耳其而庆贺。你的出征是成功的，可我想知道，你丢弃了妻子和儿子，去远征东方，你的心灵不忏悔吗？别说了。你的冷酷无情叫我站立，你的疯狂和你部族的疯狂会像飓风一样席卷俄罗斯大地，女皇会疯狂地惩罚你带给她的羞辱。土尔扈特人已经做好了准备，你远征东方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你是害怕我下令杀了你吧？陛下怎么对我，我没有想过。可我在韩国已失去意义。我庆幸你在东归途中给予我保护。你是女皇的外甥女，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这就是我成为人质的唯一理由吧？是的。巴布巴尔会保护你的安全，在东归的路上你是自由的。你看，外面是一望无际的雪原，你自己是不能离开的。请吧。
塔利亚成了图尔扈特汗国的人质，看护他的卫兵突然死亡，这叫策伯克产生了怀疑。杀死这个女人，对于我和策伯克都很容易，我们俩却犹豫了。我知道，策伯克也喜爱她。有件事也该让你知道了，也许现在是适合的时间。韩，我一直想知道，你没处置娜塔莉亚是出于个人的感情，还是为了韩国的利益？娜塔莉亚帮助过我们，这你是知道的。我知道了。你说我们回报她是出于个人感情，还是韩国利益？为了韩国的利益，您失去了韩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高于韩国的利益或者等同。你看看这封没有寄出的信，是他的仆人查拉米亚发现的。娜塔莉亚·尼古莱耶夫娜是我们手中掌握的一个砝码，它可以影响天平的倾向。东归的路上困难重重，有些困难是我们现在所无法预料的。留着它，也许能决定东归的成败。韩，舍楞派人来了。好，快让他进来。进来。韩王，舍楞台吉在哪儿？在东归的路上。他让你带来了什么消息？他说你们前面已经没路了，等他找到了路，就有路了。他怕图尔扈特人迷失了方向，还在找路。巴木巴尔，安排好向导的食宿。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呐！舍楞来的真是时候，我们不能再等了。要是波将军的军团追赶上来的话，以我们的实力，很难跟他抗衡。舍楞对我说过，我们回家路上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奥钦峡谷，也不是俄罗斯人，而是草原的风雪和严寒。残酷的环境会让身体虚弱的人死去。活下来的人将不堪一击。如果我们不能看好前方的路，会迷失在暴风雪中。韩，我们的乌鲁斯想在乌拉尔河边整修。俄罗斯冲散了牧人的马群，一些羊群也在冲锋中跑到了西瓦人的牧场。库班人又把我们的牛群、驼群都卷走了。现在我们面对着三大敌人：俄罗斯、暴风雪和邻近的哈萨克人。是啊，韩，你还认为我们能回到家乡吗？成功和失败都是命运，我们必须全力一搏。妈妈，希望你的占卜是灵验的。今年和明年，对图尔扈特人都是吉祥之年。韩，天意不可违呀，这条路上，千万不能挑头啊！舍楞来的时候，是小分队，我们是大部队，启程还要周密的考虑啊。大雪覆盖了原野，天地间耀眼的白光叫生灵迷幻。那些弱小的生命，无疑是最先接受死亡考验的。这只小鸟完全不知所措，它追寻所能找到的一点点热气。就这样，它落在了我的臂上。
是长生天的旨意。他告诉我，图尔扈特人即使遭遇再大的风雪，俄罗斯也已不可能伸出温暖的戈壁来让图尔扈特人像这只小鸟一样短暂的栖息。我们的一个乌鲁斯让俄国人拦截了，他们迷了路，向西沿着查理金到高加索一带，走到了俄罗斯的地方，形势非常紧急啊！莫门图采集呢？他也和被拦截的弟兄们在一起。他在做什么？和阻截我们的俄国人作战。损失大不大？人们看见黑烟缭绕，不多的图尔扈特战士在莫门图的带领下，处在阵地的最前沿。骑兵们为了保护老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把车辕卸下来当武器，所有的人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冲。俄国人在大雪天不战而退了。他们现在什么方向？嗨，很快白雪掩盖了双方的战死者和受伤者，其余的乌鲁斯已经沿着乌拉尔河去了。娜塔莉亚以死要挟韩国释放的，可是茫茫雪原，就是有游牧经验的图尔扈特人都不敢前行了。真不知道，这场大雪帮助了图尔扈特，还是要埋没图尔扈特？天与地连成了一体，耀眼的白光叫我们看不见前方。韩王，我把他带来了。你知道是什么人杀死了那2个士兵吗？刺客的目的是什么？我巴西罕，请看。毒药？是的，这是女皇的信使带给我的。她奉女皇的命令让我谋杀你，这也是2个士兵的死因。
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我真的把女皇的毒药放进了你的食物中，知道吗？这是我最后一次接受和执行女皇的命令。可是，你又一次帮助了图尔扈特人，为什么？你就要成功的摆脱俄罗斯了。我对你已失去了价值，沃巴西。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吗？您不会把我永远扣为您的人质吧？你想回到你的俄罗斯？不，俄罗斯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噩梦。对你的困惑和不解才是我的一个不醒的噩梦。现在就把这个谜底揭开吧。如果你过去畏惧俄罗斯人的权利，还不愿意说出来，那么现在你面对的是自由的图尔扈特人。告诉我，你为什么始终在帮助我？为了现在，你能帮助我离开。韩，放我走吧。你要去哪里？我要回波兰。我不明白为什么。韩，娜塔莉亚该准备行装启程了。我要去哪里？对不起，这是秘密。走吧。请吧。查理米亚，是你呀，有事吗？我问你，娜塔莉亚她好吗？她好着呢，她比我们都好。为什么？她就是个不要脸的女人，总是到韩长那里给韩找麻烦，现在韩还要把她送走。我真想杀了她啊！你可不能这样。你为什么这么恨她？因为她是图尔扈特的敌人。杀她的原因不会仅仅因为她是俄国公主吧？是，我不想对你隐瞒。俄国宫廷可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他们的公主能得到图尔扈特人的赦免，已经是她最大的幸运。她不能再奢望得到伟大的乌巴喜汗的爱情，她没有这个资格。我也绝不能容忍。放弃你的想法吧，你不了解韩王，更不能蛮干。你怎能容忍俄国公主取代央金姐姐的位置？难道图尔扈特人愿意接受娜塔莉亚成为他们的韩后吗？如果接受了她，那将是图尔扈特人的耻辱。我一定要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不，你别再胡说了，否则要割掉你的舌头。您不准备和我一起去惩罚他吗？邪恶是要遭到惩罚的。你的刺杀企图，我是不会告诉韩王的。你走吧。为什么？也许你也不喜欢娜塔莉亚。查勒米亚，你在这里干什么？跟我走吧。您是一个善良的女人。把我手机。巴姆巴尔，韩，我要派你把娜塔莉亚送出韩国，到她要去的安全地方。我现在的责任就是要保护你，派别人去是完全一样的。娜塔莉亚要去的地方是出海口，你要秘密的去，秘密的回，不要走得太遥远。我们要在奥钦峡谷和达什顿会合。巴姆巴尔，
我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你，我们一同回故乡去。